早晨，大家好，我係八姨婆。今日有最新嘅長者福利消息嘅跟進，綜援、長生津、生果金，如果真係成功嘅話，2月1號會加薪。社會福利署呢就喺琴日表示啦，已經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建議調升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即係長生津同埋傷殘津貼金額2.2%。一旦咧獲立法會嘅財委會通過，咁2月1號即係話下個禮拜就會生效噶啦。咁佢話預計啦，每年經常嘅開支總額會增加16.6億，但係無端端咁呢個時間會加薪呢？就而家係財政預算案嘅前夕嚟嘅，會唔會係派少少糖俾你收翻你間廠呢？而加幾多錢呢？我哋一齊嚟睇睇啦。會唔會加咗呢個就代表俾一少少甜頭大家？然之後呢，嗰啲醫療券啊、咩銀髮券啊、長者福利啊，喺財政預算案係唔會有所係觸及到嘅呢？唔會派嗰啲嘅更加大嘅粒糖呢？我哋講咗大家會最容易受惠嘅兩個長者福利先，第一個係長生津啦，同埋生果金。首先長生津方面，咁而家咧就係4250噶嘛，如果調整成功啦，係會增至4345。咁老實講咧，就真係計過啦，4345減4250係得95蚊嘅啫，係好少嘅吓，95蚊係非常之少。一年呢就係多咗1140蚊，咁但係我寧願，你知唔知而家睇醫生係幾貴啊？即係嗰日講完長生津嗰啲資料啦，下邊有個網民留言啊，都話喂，知唔知睇醫生私家幾貴啊？係嘛？咁我寧願你派多啲醫療券去應付一啲可能長期病患啦，或者咧長者係更加需要嘅。如果你而家一年派1140蚊多咗少少嘅，好似作用不大，一個月95蚊，飲餐茶都未必飲到啊！即係咁又係北上飲茶咯，唯有係嘛？好啦，咁而高齡津貼啊，即係生果金啦，即係嗰個門檻冇咁高嘅，係啦，咁生果金呢，就係會由1640蚊增加到去1675蚊，呢個仲衰。生果金嘅調整係每個月只係加35蚊噶，即係買個靚少少嘅蘋果啊，定係日本提子啊，都唔夠啊。咁一年呢，淨係加咗420蚊嘅啫，生果金咁樣計成翻12個月，八姨婆估啊咋吓？佢咁樣就當叫做派咗糖噶啦。喂，加咗呢一個嘅長生津，加咗生果金噶啦。到時即係嗰個醫療券啊、銀髮券啊，未得住，政府仲有呢一個赤字，係咪會咁樣呢？不過 anyway 啦，大家咧就最緊要知道加咗幾多嗱，長者們知啦吓。咁長生津加95蚊一個月，而生果金就加咗35蚊一個月噶。如果通過嘅話，咁我估佢 propose 得出嚟都係會通過噶啦。而綜援嘅金額咧都係有所調整嘅，單身人士咧領取嘅金額就而家係2990蚊啦，咁之後就每個月3055嘅，咁多咗65蚊。而咧綜援因為有呢個租金嘅津貼啦，亦都話建議上調1.3% 啊，以合資格三人家庭咁計啦，會由5340加到去5410嘅。咁預計如果下個月真係生效嘅話，會有160萬人係受惠噶。嗱，話則八姨婆成日都話喂，加少少派少少糖好過唔派都好啊，但係喂95蚊35蚊，喂唔係嘛咁樣，即係知唔知醫療費幾貴啊？而家急症室啊，每次診症係400蚊噶，住院費每日300加到，專科每次250，每種藥物有20，有啲人係好多種藥嘅，一次過攞好耐嘅。家庭醫學診所就每次診症150，每種藥5蚊。醫療費而家咁樣，你公立都唔係特別平，何況私家係更加貴啦。有啲網友都話喂，睇私家噶喎，咁樣喂，你咁樣嘅醫療費用，啲醫療券咁樣搞法，你真係點算呢？一班長者係嘛？咁所以我寧願去喂，不如你唔好俾啲小恩小惠啦，咁不如就可唔可以喺醫療或者長者保障方面落多幾分錢，出多幾分力，無啦啦喺財政預算案推出嘅。都1個月到啦，係啦，1個月之前啦，
無啦啦話提出要上調所有嘅公共福利嘅資助啦，我覺得係會當係叫做派咗少少糖咁樣咯，有可能真係有可能。咁所以會唔會大家對尤其是長者部分對於財爺會派嘅福利唔好抱咁大嘅期望咯？可能話係八姨婆都希望政府啦，唔好因為就係咁樣加咗一啲津貼，而長者就叫做已經受咗惠啦。我覺得唔係咁樣樣咯，希望真係會嚟緊嘅財政預算案係會關注多啲，尤其是係長者醫療方面嘅嘢啦。如果真係生效嘅話，2月1號，搶新津獎新津同埋呢一個生果金，咁就會有所調整啦。咁樣，真係呢粒糖真係，我都唔知好唔好講嗰句，派少少糖都好啊，好過冇咁樣。希望嚟緊財政預算案係派多少少糖啊，就係咁啊。講到呢度，如果大家想繼續收聽呢啲最新嘅長者福利長者資訊嘅話，分析咁就麻煩訂閱八姨婆嘅頻道，記住撳鐘仔，咁就可以最快最新咁接收呢一啲資訊啦。中意呢條片嘅 like、share、subscribe 同 comment，我會睇晒你哋嘅 comment 嘅。下條片再見，拜拜。